咱若是甲石头、甲土沙绑做是一面壁刀，用来做河川的布花，或者是路边的冻土壁，咱甲号做是石膏。伫屏东的新北一个向潭国小，因的老师甲学生做伙出版一本绘本，描写在地真特殊的工课，希望就囡仔的角度来提升居民对自然环境的重视。老师甲假的石头一粒一粒放入去网仔内底，向囡仔小解这款生态工法石膏。因为石膏工人就是屏东新北乡特殊的职业。在做这个蛇笼的过程里面，其实让我们体会，其实蛇笼工法是保护河堤护岸最棒的。那我们很希望把这个故事可以传承出去，也让大家知道，其实保护村民、保护村庄，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责任。石膏工法是用金属的网仔，先照地形绑做长度形的笼仔，也是箱仔，再加一寡大小差不多的石头、甲土沙剪入去，变做壁刀的方法，专门用来做河川的布花，也是路边的冻土壁。学生表示，要安怎用画图的方式去解说这项生态工法是上辛苦的。不过，也因为一摆搁一摆的修正，落尾互这本绘本摕到家乡环境教育故事绘本比赛的第一名。本以为我们画的蛇笼是拿来捕蛇的笼子，但后来经过资料查询之后，我们才知道那个是拿来作为河岸的堤防的工程的一部分。我觉得在做绘本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，因为有时候老师会叫我们一直改那个画，有时候觉得不耐烦，但是后面得到第一名又觉得很开心。第一名绝对不是这个就摕得到的。向潭国小的学生囡仔对创作绘本的过程当中，唔但了解家乡特殊的职业，嘛认捌这项对环境友善的生态工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